前段时间收到我们广东汕头的一位粉丝说，给他找一个正宗的金丝楠阴沉木，做一个貔貅的茶盘。茶盘不用很大，平时1-2个人喝茶的就可以了。经过我们挑选，决定用这一块料。貔貅想必大家都知道它的寓意是招财与辟邪的。今天来看一下这一个貔貅的小茶盘做成怎么样。